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帶大家嚟澳門黑沙環環宇天下一間鮮派廚房。咁個位置咧就喺7號嘅巴士總站，過條馬路咧就到噶啦。咁佢哋咧其實就係機械人炒菜嘅。咁佢每一日咧就會喺嗰個 Instagram 嗰度咧就更新嘅餐牌，大家可以 check， 有午餐同埋晚餐。咁大家咧都可以見到咧，佢用機器咧調配咗啲份量，跟住喺入邊炒完之後咧就拎出嚟，咁咧就又可以當係2餸飯、3餸飯、4餸飯咁樣賣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試下呢啲機械人炒餸嘅味道啊！咁我今日咧就試咗一個3餸飯嘅，咁就外賣。咁我哋陣間嚟睇一睇佢嘅鑊氣係點樣啊！咁我就買咗呢一個鹹魚肉餅，同埋金銀蛋莧菜，同埋辣椒小炒肉。咁個飯盒咧就係分開餸同埋白飯，份量都好多㗎。咁整體咧就唔錯嘅，咁大家都可以去試一試啊！今日介紹就到呢度啊，多謝大家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歡迎大家打賞，拜拜。